多谢欢迎，出来是一连串的政治新闻。幽灵连署罢免案继续咧侦办中，检调兵分六路，所属国民党台北市东部、甲区东部等等所在，将注意黄丽金如等人呢带进去。洪社讲咧，检调伫头一摆罢免的相关团体所属中，查考被告的手机的证物，分析比对了，怀疑讲黄丽金如就是无爱指使者，所以讲发动第二摆搜索。伫今日透早5点外，黄丽金如以及国民党台北市东部的总干事姚富文等4名被告拢被申请收押。看到支持者大声喊冤枉，伊是国民党台北市东部主委黄丽金如，昨奉检调敲催，深夜奉带登去北检复讯。挂嘴案面色看起来真忝，看行动不方便的太太奉带走，黄丽金如的翁婿想要去家扶，表情煞面有面结。给大酸吴踊跃支持联署。向支持者话讲罢免爱继续，国民党台北市东部总干事姚富文同款互北检带登去侦讯，情绪激动。党内重要干部接线涉案，包括书记长蔡文庆、有树林北投区东部执行长詹环川，拢总4个被告拢总奉检方声押。团出检方接到检举，罢免立委的联署单内底错误甲假比例占4成，敢若是死亡名册就有108人。昨一透早，检调人员直接到南营北市东部敲催，甲关键证物摕转去。进前，检方头一届敲催把相互团体等被告查考手机等资料，检方怀疑赖依林等人敢若是前线的兵仔，比对手机内底关键事情了后，开始第2波的敲催，约谈黄丽金如，怀疑伊才是无爱指使者，涉嫌伪造文书等罪，奉声押禁戒。国民党涉入联署造假案，检调继续追查，相关的行动嘛不停，搁再来到北检。啊那黄丽金如等人奉声押，按算今仔日开庭裁定，案件的真相该等检调查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